哦，哦，台南市市议员蔡英辉先生莅临那个新营的济安宫大庙来关心那个迎接游王宫代天巡狩的活动。哦，哇，你看这座庙又受到梅季台风影响，需要修缮工程，整年工程需要修缮。哦，济安宫大庙，你看恭迎代天巡狩游王宫的活动早上5点多就完成，现在早上6点多了。这个就是天啊太平，天啊太平，有表有是共产平安，各位兄弟，天啊太平。神明都请到庙里面了。你看那开台圣王郑成功，延平晋王府开台圣王郑成功，神教的头器。你看拜拜要拜树的猪啊，树的龟啊，哦，有少数几头的猪是还是生人呢？刚刚也看到那个12婆主阵的领导洪万生先生啊，他讲这个去啊，落到满啦。